这个压腿很轻松写意舒服，因为在压腿的时候就是应该要声音要练啊，比如说压做会紧起口，当你松空的时间，给听一定会做嘅，还有你的腰带啊、勒头带全部都应该要上来。小小心里爱眼前，说到瓜子小到姑娘啊呀！大家看到的就是我练过嘅教室，相信大家今天会想讲，用为了平常时初等嘅教室无强用，错。练过嘅教室就会较发达的啊，安尼怎做得踢墙的啊，还是翻身啊，还是做动作嘅动作。人嘅教室呢，係用碳嚟來分，一堆一堆鐵碳呢，就係一個教室。故說人嘅教室就係1、2、3，啊，長應該係藍色嘅，就係人嘅教室。這個椅子呢，就是操工椅。那它最主要呢，是提供老師在教學生打聽的嘅時間，因為學生嘅冇按過嘛，就會少上咁多。故說後搖嘅時間啦，還係講東邊嘅時間，要方便老師協助老師如何幫助學生，怎麼樣讓他更安全的翻跟斗。就是操跟斗的椅子，那是不能亂做的，因為我們在上課的過程當中，希望你的肌肉的溫度同時都要保持住，還有你的專注力都要在。所以呢，我們老師都有說，整個比如說我們有2堂課的翻滾課叫做毯子功，就是全部都是不可以做的。所以如果你做了，你自己就知道你要承擔更多的訓練後果。哆瑞咪發昆曲獎啊，1落去係2，安尼，當叫磨練的哈，我睇落去哦，好放起來，3、4、5。冇聽過，我雖然講人喺推較重，人喺腳較重，唔係對。一下學生嘅較少，懂少，為嘛解咧？為到因為一下少子化，還有講，我知道我哋做嘅推廣係唔拉到，因為近期有近期團。有國光劇團，然後還有動作嘅京戲團、嘅歌戲團嘅動作。不過一下客家戲劇團，或者講客家戲劇團較少啊，沒有動作嘅後生人學做戲了係唔好做戲，因為做戲嘅時間就冇問題嘅，會慢慢嘅走啊。那假設講因為結婚，會有個家庭，大家不喜歡這樣子的生活方式，所以故說一下動作嘅原因啊，一下客家戲後面嘅人動作。我跟在後面哦，好，起身走，後拍前拍，後拍前拍蹦 ，and lock。雖然講係少子化來講，還有推廣嘅人唔拉到，沒有太快見嘅關係，動作嘅人希望講唱嘅職業劇團安尼擺幾多擺來上班，一下客家戲劇團冇安尼嘅環境來做，故說係希望喊卡多嘅人來做入嚟推廣客家文化，希望用客家戲劇嘅每件來健好。開始，看人藝術，看頭前，正數，慢開哦。開始，後背，頭前，落去，放起來，1，跳，追迷子，3，飛腳，打地，趟大把